逆水撐船就係講到生命好似喺逆水行舟，撐上一缸就退翻10缸，撐上一缸係指進步，上一缸即係進步咗，進步咗又可以退翻10缸，所以上得10缸嘅時候，即係可以退去100缸嘅啦。越撐就越退，咁退完之後呢，又繼續退，直到翻大洋嘅海底，喺呢度調轉船頭啦，就然後依然呢，就繼續要向上撐，咁先至係行家，咁先至能夠到家。佢嘅意思即係話，撐上一缸，你進咗一步。咩叫進步啊？進步就在於你肯退後，退一步可以海闊天空。當然呢度係做一種文學嘅象徵語言嚟講生命嘅境界。退一步海闊天空，退10步就更加海闊天空啦。你個胸襟更加能夠海闊天空，咪即係你更加進步咯。進一缸就所以退10缸。你咩為之你生命境界係提升咗啊？就因為你肯吃虧，肯退一步海闊天空，肯退10步更加10倍嘅海闊天空。人你越係向前，要去爭取，要去掠奪，要去求名，要去求利，你嘅收入由5位數字提升到6位數字，又跟住由6位數字提升到7位數字，跟住由8位、9位、10位，喺數字上邊永無窮盡去增加嗰個數量，咁啊代表自己成功。咁當咁樣嘅時候，如果你人生係不停咁樣去追殺嘅話，你實在太攰啦，太辛苦啦。所以有時停落嚟，退一退，諗一諗，停一停，讓自己可以退得返轉頭。人嘅生命境界要自由自在，就通過捨得。現代人嘅問題就係擁有太多，通過去掠奪，去擁有，無論係物質上邊、學位上邊，就全部通過擁有嚟肯定自己嘅存在價值，就唔識得通過去 giving， 去呢個布施，去給予，嚟使到自己無我無私更偉大。故此，咩叫做進步呢？就係你肯退後，即係你肯退步。退步唔係解個境界越嚟越低，退步嘅意思即係退一步海闊天空呢種咁嘅肯去謙讓，肯去承讓，肯吃虧，所以就叫難得糊塗。生命如逆水行舟，一路退一路退，退到翻，點解要退到翻呢一個大洋嘅海底呢？當然呢個係一個象徵嘅語言，翻到我哋嘅心底裏面，翻到我哋內心嘅深處，翻到我哋自性清淨心作為最後嘅根據，嚟到呢度呢，退到翻嚟係最後嘅根據地。我哋翻返去我哋嘅心嗰度，唔係代表畏縮，唔係代表逃避，而係揾翻出我哋動力嘅根源，就有一個清淨嘅心，好似大海洋嘅海底，大海無量，海底呢亦都係深不可測，擁有完全嘅動力，完全嘅支持點，讓我哋生命繼續再上進。所以翻嚟嘅時候，而家一路翻嚟啦，翻到嚟要調翻個船頭，調翻個船頭嘅意思就係我哋依然繼續要進步，唔係真係永遠只係退。退步係為咗要進步，退讓係為咗要成就更大嘅價值。故此轉翻轉頭嘅時候，喺呢度最後以自性清淨心作最後嘅根據，唔係永遠去退，
退到翻嚟最後有個根據點，有個動力因，有個推動力之後，又調翻轉個船頭，繼續上進，生命境界繼續去提升。咁呢一種就叫道家啦。咁你就叫開悟，咁你就叫做呢可以得到道家嘅消息。講完之後就肯定俾大家聽，好似上山咁樣，各自努力啦，通過實踐嚟打通。故此，我借用另一首偈頌布袋禪師嘅好出名嘅説話，就作為一個輔助性嘅説明。手把青秧插滿田，低頭便見水中天。心田清淨方為道，退後原來是向前，係退後啊！退後原來是向前。我哋一般嘅思維係點啊？退後就是退後，向前就係向前，退後就唔能夠向前，向前就唔能夠退後。呢個係我哋平時嗰種嘅死咕咕嘅思維模式。好啦，平時我哋要睇個天，係要昂高個頭，依家要耷低頭嚟睇啊，就昂高個頭嚟睇。原來發覺最後可以咧低頭便見天。咁當然呢個係水中天，我哋低頭都可以睇到個天，一種創意式嘅思維。退後即係向前，退步即係進步，明白未啊？插秧就褪後嘅，前面嗰度睇住前面嗰個秧，一路跟住前面嗰棵秧一路插，向後插，向後插，向後插。個人就退步，但係秧呢就係一路喺度進步緊、進前緊。呢一種呢就係以退為進，讓我哋打破咗一種嘅思維格局，唔會係一種嘅定點式嘅思維，而係一種辯證式、靈巧式、創意式嘅思維。原來退後即係向前，讓步其實唔係輸，讓步先至會贏。一般以為話我讓步咪好吃虧，我讓步咪即係蝕底。原來讓步先至係會贏更多更大。同你合夥做生意，由朝到晚拗啊，跟住咧一定要大家50%裏面咧，一定要咧唔可以對方話晒事，又唔可以自己話晒事。咁啊，哇！以為自己好醒目啦咁樣，爭取到最好嘅條件。有大智大慧嘅人，呢單生意唔係同你合作，點會有得做啊？唔係你有你嘅貢獻，有你嘅角色，點有得做啊？你介紹咗翻嚟要揾我合作，梗係因為我有個功能，有個角色，你先揾我合作啫。好啦，我肯去做，你亦都俾機會我做，我哋都做得到。但係你話你要6成，我要4成，退後原來是向前，俾你啦。你要6成咪6成咯，我4成咪4成咯。如果唔係，連4成都賺唔到啦。呢啲就係大智慧，退讓原來先至係大進步。如果你唔退讓嘅時候，因為我要51%，只準俾49%你，好啦，你得到話事權啦。人哋覺得俾你欺負，人哋覺得你係大股東，你話晒事，講你都唔聽㗎，你咁霸道。結果本來係2個人合作，集思廣益，2個腦袋作為一個智囊團嚟面對呢盤生意，最後你太過計較，太過爭取，太過霸道，你係得到51%，人哋49%，乜都係你話晒事。結果人哋唔再動腦筋啦，人哋唔再出力貢獻啦，你就靠你自己單打獨鬥去打拼。咁呢種呢，贏咗即係輸。正話而家調翻轉，生命如逆水行舟嘅時候，故此老子裏面有2句好出名嘅説話：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我哋通過學習，我哋尋求知識，一定係越嚟越多嘅。小學生一定識嘢多過幼稚園嘅學生，中學生一定識嘢多過小學學生，大學生一定識嘢多過中學嘅學生，係咪啊？從知識嘅學習嚟講，你學習嘅時間、經歷人生嘅歷練同埋時間同埋經驗，你一定係越嚟越增加嘅。但係為道就唔係，老子嗰種無為之道就要你無為，就要你冇咗佢，所以學道就要為道日損，
你每一日將你自己既有嘅成見、既有嘅知識、既有嘅擁有、既有嘅學習拋晒去，人嘅負累就係你擁有得太多，所以當沉船嘅時候，一個大有錢佬喺呢個船上裏面，佢嗰啲一箱箱嘅黃金珠寶沉落海底，佢死都唔肯咧放手，攬住啲黃金，攬住啲珠寶，結果就同嗰啲珠寶金銀一齊埋葬於海底。另一個窮人根本乜都冇，咪喺水面裏面漂浮，喺水面掙扎咯。結果咧就喺見到有塊浮板，有塊木，咪揸住塊浮板，揸住塊木。結果你擁有得越少，你嘅負累越細，你嘅生命咧就有得救。所以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，損之又損，以至無損，使到你咧最後咧空，好似佛家咁，變咗係無執無着。咁你就可以解脫自疑。嗱，咁樣呢個公案就讓我哋一種嘅多層次、多角度、創意式嘅啟發。